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啊，奇了怪了，每次都是女的，多少回了，还真说不出来谁对谁错。很简单，谁不在这谁错呗。哎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元妈，你要是处处帮着夏卓说话就没意思了。3个对1个是吧？在学校再这样，在部队还这样。欧阳军，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不是在给你摆事实讲道理吗？你自我检讨一下。咱们是不是要打仗了？哎，你吃饭啊。看明白了吗？这人刚到，演习对抗就开始了。这下啊，吕礼还真的以为我们失踪了。假一真来真一假嘛，你们俩委屈了。我们就是利用了一个时间差，把大伙都骗了。秘密基地用生化讹诈，全球搞劫持，这也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中国也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场生化讹诈，总部就是利用这个实战的背景，把一支不能参战的火箭军拉进了这场真实的谎言之中。你们再看看这个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。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利用事件信息不对等的时间差，看看我们的火箭军能否打赢一场不是我们刻意出题的模拟演习。你们千里大移防，舟车劳顿，立即进入了准备，投入了战斗。这就是最好的检验。的确，我们也想看一看你们270旅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下，你们是如何应对的。所以我们还派出了黄文。黄文，我们要看一看，一直号称王中王的270旅，在失去了旅长、没有了政委的情况下，各级指挥员是如何发挥应有的才能。这种事情在实战当中不是不可能发生的。第二，黄文是心理学，尤其是战争心理学的专家。他进入待机库，是为了观察发射营的每一个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心理应激反应，这样给你们移防后续的心理建设和心理辅导，采集更多的实战数据。我明白了，讹诈危机其实早就已经解除了，只是洞库里的人还不知道。我们还给了杨参谋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用己之矛，破己之盾。在被隔绝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配合总部导调中心的人，一直在给270旅出各种难题。谁最了解你们的弱点？你们自己最清楚。谁最了解待机库的情况？还是你们自己最清楚。假如敌人和我们一样，对情况了如指掌，想要进攻待机库，该如何出手？我们利用了一切手段，攻击待机库，切断通讯，和总部失联，电脑入侵和毒气袭击。瞒天过海。过去我们演习在大喇叭里总是在喊请注意，这不是演习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来一次让大伙都认为是实战的演习呢？那么怎么才能让大伙相信呢？我觉着这一次真是难得的机会。好，太好了。人在真实的环境和模拟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，这对战术的实施和能力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都听明白了吧？请首长放心，不管情况是真是假，对我们270旅来说都必须要拿下。我还是那句话，100分的主观带不出60分的兵。可是我们在释放给270旅所有的资料和视频当中是有破绽的，这也是战情分析考核的一部分。按照我们以前的时间限制，你们还有1个小时。如果你的手下没有发现破绽，
那可能连60分都达不到。最起码，这是对战时情报分析的失误嘛，没有识破这个陷阱。阿雷啊，你要相信主观，但是不要永远依赖主观。有人吗？开门！别喊了，安妮。我找班长，我有重大发现。退后，往后退。开门！喊什么喊啊？啊？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班长，我有重大发现。吃饭。班长，我不吃饭，我有重大发现，这是演习，是演习。什么演习呀？你拿我当傻子是不是？不是，班长，你听我说，旅长跟政委都没有走丢，这就是一场演习，真的是一场演习。好，演习，你就好好演习，在这屋怎么待着？演习，班长，我用性命来担保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你就给我5分钟，让我去证明自己。如果我错了，你们可以处分我。我们通过外军成功拦截导弹的结果看出，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14点15分，他们和中国的时间差是负5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在他们动手的时候是当地时间的早上9点15分，着落点东太平洋跟我们的时间差是正3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当2枚导弹到达东太平洋的时候，应该是当地时间的17点15分。而那个时候，天应该是黑的，对吧？营长，所以，是营长。我们来看看这张发射时地球的磁场图。我们都知道，正午时分是太阳直射地区磁场最强的时间。通过这几张不同时间地球的磁场图的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外军在发射导弹时，处于所在区域磁场最强的时间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是在中午发射的导弹，而不是在早上。他们中午打出拦截弹，我们得到的消息计算出的结果，却是在早上9点。这是个 bug， 要么就是导弹穿越了时间，提前发射了。要么就是导弹就是在中午发射，只不过是昨天中午。我们只关注到导弹发生的事实，却忽略了时间的错位。昨天中午，政委和旅长都还在啊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真的动手了，仗早就打完了。我们应该是被总部利用了信息不对等的时间差，完成了一次演习。所有的原始数据都是真实的，只是跟我们的进度不匹配。这就是我的结论。营长，别再犹豫了，犹豫比停滞更可怕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找到旅长和政委。我可以去。我告诉你，夏卓，个人表现欲不要太强，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的问题。别再扰乱军心了，班长。班长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你们赶紧派人去找旅长和政委，说不定这是一场比赛，去晚了就真的输掉这场比赛，成为失败者。
各位接生官，哎，王班长，到。通风设备都关闭了吗？是的，现在用的是应急制氧设备。哦，那待机库看管室上方的通风口通向哪儿啊？通风口编号335，连接4个口，最远的总阀门在北侧，阀门已经关闭了。好嘞，谢谢。把 F 通口的监控给我调出来。是啊。小竹，我帮帮啊！你再忍受忍受，我知道你憋屈。这个欧阳俊啊，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烦了。刚刚我吃饭的时候啊，我还在劝他呢。你看看他那什么态度啊，一本正经的跟着我那胡说八道了。哎呀，就他那2把刷子，能想出来那么牛掰的方案？不可能！我呸！哎呀，我是失望至极呀！啊！他妈这一肚子火没地儿发了。你说像我这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，上大学的时候不受重视也就算了，本以为到了部队是吧，总该拼个综合实力了吧？啊，怎么样？到了还是一样，还是那种偷奸耍滑的人吃香。哎呀，我这么优秀的人，不照样上厕所吗？哦，还有那个吕征，哎呀，那家伙，那大嗓门，那大眼珠子啊，那整个就是一个东北大叫驴啊，是吧？这种人就应该给他一撸到底。吕副营长，吕副什么呀？营长啊，老李，出事了，易子墨失踪了。等我回来了啊。4个通风管道全都关闭了，现在通向外面的只有待机库的隧道。不过这监控上都能看见啊。我想啊，这个小夏迷路了。没事儿，本来我想呢，堵着笼子抓鸡呢，后来我一想呢，爱下来不下来，怎么着，还能永远不下来，一直在上面待着，这饿了自然就下来了，还能饿死在里面啊？易子梦呢？也在上面吗？不，那也没别的地方能去了呀。不是，这90后兵也真是的啊，都
动不动就玩消失，你说没事，路我熟，我再去找找。不用去，谁也不用去。现在一级战备玩失踪的，有本事从这个大山里面遁地出去啊！对，对什么对啊？你带的好兵，等回来以后好好处理。我说我怎么老觉得有人在背后跟着我？原来是你啊！你怎么你疯了呀？你当逃兵啊？哎呀，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吓死我了！什么我逃兵啊？我是看着你出来我才跟着出来的，还看见我了，我就不信了。你要看着我在后边，你能让我爬出来？说，你为什么逃出来？你呢？我要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。啥秘密任务啊？我要找到旅长和政委。哎呀，旅长和政委都丢了，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啊？假的，你相信我。哎啊，你别转移话题啊！你说你为什么逃出来？我出来躲躲。躲躲？哎呀，要打仗了，我不出来躲躲，万一炸死在里面怎么办？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是逃兵。哎，你才是逃兵呢！你别瞎说啊！我就出来躲躲的。你不觉得现在特别危险吗？危险啊！哎，你想啊，那个旅长和政委都丢了，我一想这事儿我就觉得害怕，再加上毒气啊，那个面罩，话都说不出来，还通讯还中断了。你说，万一我炸死在里面，我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了，这是假的，这都是一场演习。哎呀，夏卓，宁可信其有，不能信其无。哎呀，算了，跟你说不清楚。反正我会证明我是对的。那还待着干嘛呀？赶快去找吕布，找到吕布，一切就明白了。上哪儿找啊？上哪儿找？你问我呀？我跟你跑出来的，你问我往哪儿走，我怎么知道往哪儿走啊？我要知道往哪儿走。你别这么说啊！你别回去说你是跟着我跑出来的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自己回去。夏卓，我自己出来的啊，我就是出来躲躲。那个，佳佳，你都这时候，你别让我回去了，你怎么办？走吧。哎，哎。哭什么？我没打你。我是真不知道啊，我这几天一直负责的是后勤的工作，那我也没跟他们哥几个联系啊。
吕副营长记性还不错啊。哟，还生气呢？啊，不就是以前怼过你一次吗？不至于吧？我也没往心里去啊。啊，没往心里去，那挺好。行吧，人在哪呢？交出来吧。您看看，我这一共就这么大，我能把人藏哪去啊？要不您找找。看，这话说的，你不是曾经这个偏袒过夏卓吗？什么叫我偏袒夏卓？再说了，就算我想把人藏起来，第一，您对这儿比我熟，就连您都找不着，更别说是我了。第二，我这个人吧，对事不对人。虽然我觉得你们在关夏卓禁闭的问题上有所不当，但是我作为一名现役军人，我又怎么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关你一个大活人啊？第三，就我这活动区域受的限制，我能去哪儿？行，坐啊，坐。哎呀，黄大军一样啊，我呢特别真诚的咨询一下你，你说就像夏卓这样的兵啊，他出逃的这个心理动机能够指引他就是逃到哪儿去呢？我这里是心理咨询，不是算卦的。告辞。来哥，哎，夏卓，我不行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别不行了，再坚持一下，走。哎，别拉我。哎，夏卓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万一你找不着吕布，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肯定能找到他们。走。哎，走不动了。哎，我先去看看。风啊！我找到路了！啊！风，快起来！我找到路了！别，夏卓，让我躺会儿，别拉我。你跟我说心里话，你想好了吗？什么？我想好了吗？当兵。老吕，或许啊，咱们冤枉夏卓。什么呀？就突然间来这么一句，啊，这小子到现在还没找着呢，我这气还不打一处来呢。注意情绪。哼，冤枉什么？你是说他擅闯资料室的事儿啊，还是说演习的事儿？都有。行，好，那我跟你单独说一说啊，擅闯资料室这事儿没冤枉他吧？啊？你说演习这事儿吧，哎呀，我也想了挺久，可能他说的还真是对的。那你怎么不说？我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的都是武断啊！他在那个位置上，他想怎么说怎么说。站在你我的位置上，能乱说吗？说出来话要负责任的。哎呀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一个崇尚楚炮的人拒绝武断。老吕，你这话太搞笑。哎，夏卓这个兵啊，有意思。你说他随和吧，他有时候真犯格；可你说他是个刺儿头吧，他人缘还不错。咱也带了不少兵了，按黄医生的话说，他有点人格分裂。哎，是不是智商高的人都这样？什么叫智商高啊？啊，怎么你就能谈到人格分裂上了呢？哎，老邵啊，我不管他话说的多么有道理，首先他违规违纪这事情就应该严惩不贷，没毛病吧？
其次，他现在是一个兵，他就应该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儿。我不管他之前是什么身份啊，什么世界冠军啊，超级大脑。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我的兵，在我们手底下就应该服从命令。咱俩当兵那会儿，哪有什么心理辅导啊，还心理暗示啊？我就一个原则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土炮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就加一顿电炮。打住吧啊！又是那套歪理邪说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打兵？你看你这话说的啊，我那叫歪理邪说吗？我那叫暴力美学。你夸你自己呢？行，那你说，我天天说打兵，我动过手吗？让我真打，我能舍得吗？说的对。走吧，别坐着了，营长都冒烟了，让我找你呢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也没早问。等会儿，好。你想想，我们还要在这里当2年兵，就这2年里，训练、带机库战备、各种任务，我想一想，这日子还挺煎熬的。害怕。大叔，你看看，我怎么就跑到这鬼地方来了？我说你最近怎么魂不守舍的？原来根源在这儿。梦，你今天问我的这个问题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。总有人说，当兵后悔2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我现在是真的没有资格去评价这句话。可是我想的比较简单，既然我来了，我就想把它干好，最起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，是吧？呀，别惆怅了，行，走。哎，主啊，哎，你等等我。哎，这边，哎，下车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想走了，我后悔跑出来了。行，那你不去，我去。不过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啊，你待在这儿别动，你一会儿就坐在那个石头上，等我找到旅长他们，我就马上来找你，就给我2个小时。天快黑了，行吗？行，没事，你相信我，啊。夏主，你别忘了回来接我。是。报告一下，说。还有这个问题要解决一下啊。是。这个。报告。哦。怎么样？查过了，所有的系统线路一切都没有问题，现在应该是与上级的通讯系统中断了。通讯中断了，那电话应该接得通啊。电话系统也没有问题，现在除了不明毒气的根源没有找到，其他的系统全部运转正常。老季啊，按照规定，当阵地与上级失联时，应该立即启用备用通讯系统。如果备用系统仍然无效，则应该守住阵地，确保目标不暴露，等待上级的救援以及人工送达信息。我想啊，这上级也应该正在想办法联系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得沉住气等一等。万一遇到了战时情况，暴露了目标，那可就影响事大了。啊，咱们现在可是睁眼瞎呀！没人给带路，千万不能乱走，摔不起。没错。老王，到。你继续带人检查风水电设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是。越是安静的时候，就越危险，大家都盯紧了，确保随时发射。是。
机会。我爱北京天安门。我。 叫什么名字？来这儿干嘛了？班长，我叫新兵，不，我叫夏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口令，刚才你们突然出现，我真的是懵了。你哪个部队的？你们连长叫什么？班长，我有证件，哎，我证件没带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。我问你，连长叫什么？连长叫吕真，指导员叫少帅。 真是当兵了？真的。哎，班长，你怎么看着有点眼生啊？你是谁啊？你从哪儿来？这是要从哪儿去啊？这么深奥的问题，直击灵魂啊！不是，我真的是懵了，班长，我真的是懵了。这儿没有叫吕征的，也没有叫少帅的。 不是，班长，我真的是来承认错误的，麻烦你跟齐营长说一声，我愿意承担任何的惩罚，真的。这儿没有齐营长。不是吧，班长？咱们俩是不是？你哪个旅的？270啊。哦，270旅的。哪里跑334旅来干嘛？334。 小伙子，别说我没给你说实话的机会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的军装哪弄的？发的呀，首长，我是270旅的新兵，我的名字叫新兵进洞库，到底是你不懂啊，还是我不懂，还是你装作不懂？反正我现在是真的搞不懂了。 我们一下车就被带进了待机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儿了。我走到这儿了过后呢，够了，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首长，我是270旅的新兵，我的名字叫夏卓。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？好，给你机会，你不说，行。哎，首长，坐下。 坐。首长，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说。我还有一个战友在石头上呢，现在外面这么冷，他就在我被抓的身后6、7公里的位置吧。你赶紧派人去找一找他，不然他会很危险的。或者，通知我们270也行。哦，不行，我们旅都进了待机库备战了，而且通讯设备也全都中断了。 你联系不上他们，哎，首长，你们该不是怀疑我是什么间谍或者敌对分子啊？你刚才说通讯中断，你还知道什么？首长，你们是不是？ 也在执行针对生化劫持的演习啊！哎，我在这儿呢！我在这儿，我在
我的儿子是下船让你们救的吗？喂，啊，我爱北京天安门。别动！干什么？这人呢，肯定是在334呢。问题是，要不要？怎么要？这什么时候了？你说这话，你自己带的兵跑了，问我们要不要？2个大活人，从风筒子钻了出去，一个让活捉，一个让送回来，这不就是脱裤子推磨，转着圈丢人吗？好了，人丢了，大家都有责任，对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夏卓在334安全还是有保障的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大局面的状况，对吧？我说2句啊，我的想法，这个通讯中断至今没有修复，咱们拿不到下一步的行动指示。就算这个旅部出现任何差池，这上级领导也不可能让这个联系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空窗期。所以，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。这应该是个演习，否则旅长和政委不可能凭空消失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是啊，正是因为是大事，所以上面不可能无动于衷嘛。这样，吕征少帅，到，通知一下5年以上的老兵、党员，会议室开会。是。别低着头呀，跟我说说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都说了，我抑郁症了。你是不是抑郁症？我能不知道吗？我是不是抑郁症？我自己能不知道吗？知道逃兵要被如何处置吗？来，条令条例上写得很清楚了，你看看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就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明明不想当兵，还非要来呢？算了，不说了，说了也丢人。行吧，那我就把鉴定报告交上去了，该退兵退兵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你是自愿报名选拔入伍的。以你这样的情况，你的个人档案、个人征信，包括你的户口本上都会被签注4个字：拒服兵役。易子梦，这身军装可不是随便就能穿在身上的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我愿意帮你。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，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，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，归属
守的长剑，筑起坚固的家墩。午夜时分，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，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